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飞官黄仲凯早起驶返上战机，因为飞机故障伫台东外海跳伞逃生，加载人平安。桃园杨梅的家乐福物流中心火烧哦，位伫新竹县西的新德火力发电厂早起嘛火烧。过来，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专家嘛提醒民众应该赶紧去注第3档的疫苗，那么5月中群体免疫力只剩50%尔。先开始来看今仔早起桃园杨梅的家乐福物流中心火烧，几啊公里外拢看会到乌烟。也毋过伫早起9点，火就已经受到控制，加载无人受伤。环保局监测嘛发现讲，工厂附近有真严重的空气污染，嘛会来做处罚。最近1礼拜，桃园已经有3间工厂火烧，市长郑文灿嘛要求来针对所有仓库做防灾的检查。厂房内大火，也有乌烟一直窜起伫天顶。桃园市杨梅区梅西路的家乐福物流中心，昨时早起发生工厂大火，厂房全部陷入火海。警消协部赶去现场灌救，好在在现场无人受困受伤。现场面积非常大大概有15500多的平方公尺。那我们获报之后，陆续加派了许多的一个水车资源。目前现场的火势在9点多已经控制住。消防局表示，到场了后发现2层楼高铁厝厂房全面烧起来，初步确定导火点伫1楼，详细导火原因再不损失由原等待进一步调查。不过，无到1礼拜，桃园已经发生第3件工厂大火。市长郑文灿表示，将对成都物流做全方位安全体检，包括防灾的设计、救灾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那我想，我请各个大队针对辖区的这个仓储物流业进行清查。2礼拜时，桃园才发生观音永光化工厂罗德区美好程度大火，尤其美好程度已经吸烧第4天，也有残火处理中。市长郑文灿也到美好程度视察，表示程度业因为规模甲体积较大，加上物品多，防灾规范爱提悬，会有一个专案小组来督导进行各种检查甲演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11点25分，传出台东志航返上战斗机的飞官黄仲凯，伫台东外海跳伞逃生，国防部海巡署佮消防署拢动员抢救。好消息是，这飞官已经互乌鹰直升机救起来，人平安。大概在11点半左右，有一架幻象的单座的战机，那执行例行性训练的时候在台东的附近的海域，让它空中跳伞。目前来讲，我们已经立即启动了人员的搜救，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找到飞行员，能够了解整个全班事情的一个全貌。根据了解，空军是伫11点25分接到失事抢救的电话。这台飞机是中校黄仲凯驾驶的，因为故障，飞官就跳伞逃生。国军伫12点7分将人救起来，加载意识阁真清楚，人送到马街病院去治疗。空军嘛下令讲，所有返上战机爱先停飞来做检查。今仔早起代志阁真侪伫新竹县关西佮桃园市龙潭交界的新德火力发电厂，今早起9点50分左右嘛传出火烧。会当看到3层楼高的建筑物对2楼传出乌烟，消防局接到新德火力发电厂有火灾，马上就派出18台的消防车去现场拍火，加载火正点就受到控制，嘛无人受伤。台电表示，新德电厂是民营的电厂，提供60万千瓦的电予台电电厂目前是先停止供电，台电嘛启动其他机组来供电，并无去影响到新竹的用电。再来看，这个月初啦，台中市新中街大楼火烧，造成6个人死亡，其中有5个死者今仔办联合公祭，市长罗秀燕嘛去念香，嘛表示讲会加强青年旅馆的稽查，嘛来提供家属佮其他受害者相关的协助。台中市长罗秀燕带市府的官员向行政街火下的受难者献花致意，也向家属表达关怀。这个月初六，台中行政街的火灾造成6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5个受难者由市府协助送尸。市长罗秀燕表示，放火嫌犯甲厝主已经收押，检警当咧侦办。着火大楼该等司法到一个勘站才会当整理，即摆也开始稽查停业的旅馆。
私自出租的呢，据我们了解，一共有42栋，那其中有4栋已经自行拆除，另外还有38栋呢，我们在第一波已经开始进行联合公安稽查，要把这样的违规的情形继续找出来予以重罚。罗秀燕表示，着伤内的人有3个人搁咧住病院，也请病院加强照顾。也若受灾的住户，根据社会局的统计，搁有31个人伫市府安排的民间旅馆接受短期的安置。不过安置的时间是对火灾发生开始算上济10天，也就是16就到期啊。市府也答应讲会提供协助。一开始需要押金，可能要1个月、2个月，那这个一下子可能付不出来。那还有第1个月的租金也许没那么快，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都会已经有在协助连结民间的资源跟善款。社会局表示，因为说这间大楼的大多数是经济较弱势的民众，除了小盖税厝，那符合避难纾困或者是救助，也协助因来办补助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火的意外是袂少，今仔早起内政部长徐国勇伫立法院表示，会加强消防能量，针对工业区甲公共场所的危险地图，地做如何一了解，买来加强消防人员的训练哦，搁有消防人员拍火安全，买愈受到重视。消防人员赶去火灾现场拍火。3月初啦，台中县中街大火，造成6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的悲剧了后，桃园阁有3间工厂小连续发生火灾，包括车站观音区永光化学、甲罗德美福仓库发生大火，14家乐福物流中心也发生火灾，拍火的量能甲消防人员的安全嘛受到大家的关注，尤其是消防人员的退避权，也阁有掌握火灾现场危险物品藏的所在的地图资讯权。让这几个单位的图资还有管辖呢，让消防单位全面可以读取跟取得一定第一时间就取得资讯。是那个我你讲的这个得力哈。对。我们现在都请消防署署长在这里听到了，立即发文，跟我们各个消防局跟这相关的单位必须整合这些相关的资讯图资。最近桃园工厂发生火灾，嘛一再显示处理化学火灾的重要性。罗乡人指出，新竹以北敢若有4个消防局有特殊拍火的单位。要求爱增加数量。徐国勇表示，会甲地方政府甲环保署动物化学物质局共同讨论。所以我觉得您这边也要更积极的提出，这个我们在区位上有对，这个我们来跟化学局来做相关的这个联系。另外，徐国勇嘛表示，会强化工厂人员消防的训练。希望第一线的人员伫火灾大发生的时阵，都会当用工厂内底的消防设备来拍火，或者是降低火势传开的速度，等待消防人员到现场来协助，减少火灾造成人员安全的危害甲财物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日增加73个境外病例，有2个本土病例，其中有1个是伫家人，感染源是搁找无 ，CT 值只有13.1，搁真高烧话。另外1个是湘北市的感染源哦，为着要鼓励民众去注疫苗，疾管署推出一个疫苗地图，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有2例哈，那境外移入有73例。那今天新增的2个案例哈，一个是在基隆哈，那他本身他住在基隆，不过工作的地点在台北市，然后CT值是13.1。那另外一个案例哈是在台北新北哈，双北的这个家人亲友的群聚哈，那这一起今天又有新增一个。21440，那这一起的这个序列是已经有定序结果出来哈，是属于这个桃机相关的序列哈，或是说想要透过非预约平台要打第1剂、第2剂或是最佳剂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就是在我们的疾管署的全球资讯网加做了一个就是 COVID-19 疫苗接种资讯的一个讯息哈，里面会包括2类，一类是疫苗接种院所的地图，另外一个是各地疫苗接种院所的一个资讯哈。国际疫情有转好，咱国内的本土疫情嘛受到控制。指挥官陈时中之前讲哦，后个月全面解除封锁的政策就会较清楚。有专家就提醒讲，咱国内民众应该赶紧去注第3档的疫苗，若无5月中哦，群体免疫力会只剩5成尔尔。今仔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去台大病院注第3档的高端疫苗，嘛呼吁民众就爱赶紧去注预防针。把手闭起来，无到1分钟的时间，疫苗就注好啊！行政院长苏贞昌14拜1早起去台大病院注新冠疫苗，
第三档是换注高端的，以香港做例，呼吁大家赶紧来注疫苗。拜托大家都尽量的打疫苗，增加自己保护，也保护家人，也减轻社会负担。即马国际疫情有较缓和，国内本土疫情嘛伫会当控制范围内底。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顶日来讲，后个月解封的策略会更较明确。针对这点，有专家呼吁，伫解封进前，民众爱赶紧做第三档，若无到5月中，国内群体免疫力恐惊敢若剩5成。3月中旬开始，疫苗就开始会有一些失效，开始这个时程失效，一直到5月中间。哦，那这个是指2剂疫苗失效所以需要3剂疫苗的追加。不过，因为本土疫情稳定，住的人有较少，甚至有的疫苗做袂了，就要过期啊。若是过期，就爱消费。亲像 AZ 有251万吨，5月底就会到期；高端有256万吨，伫8月至11月份就会到期。有立委质疑讲，疫苗买伤济，采购无地准则。这些疫苗到期了就把它报废掉，浪费的损失，你们要不要提纠正？我们会看看卫福部这些管理疫苗的有没有善尽管理人的责任。专家建议讲，政府应该清楚定义后一批解封的方案，而且提出完整的配套措施，包括喙暗甲食连剂后手的执行，也有侪岁人疫苗的注射率敢是有够悬，对抗病毒药啊敢是有够等等。若无雄雄一个手全部解封，要受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讲伊为着武汉肺炎病毒，也毋过伊讲镜头无讲介严重，敢若脑后上涨尔尔。奥巴马伫推特表示讲，即几天因为伊的脑后上涨，结果验出阳性。奥巴马甲伊的看守蜜雪儿，拢已经有做过3档的预防针，也毋过蜜雪儿目前的采检是阴性的。再来看，最近各地拢传出停电昨暗台北艋舺佮有南投嘛又搁传出停电，有千万户受到影响。台电是表示，因为设备故障也毋过民众是真不满。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会停电的原因是真侪也毋过王美花嘛讲，甲其他国家停电的情况比起来，台电算是表现搁袂歹。因大咧讲是毋是阿强拍来啊？讲这甲阿强无关系啦。嘿啦，这免紧张这啦。里长电话信息接袂离，台北市艋舺号着里13暗9点突然停电，不少店家要继续营业，结果铁门无法度关，里长赶紧通报台电前来维修，发现是设备淡去，造成绝缘不良，造成保护用时样长，一直到暗时10点外才恢复电力，影响大约1000多户居民。号这里就2/3失电。会使讲，阮住伫遮住几10年，毋捌安尼啦。伊嘛讲一句话，阮嘛无法度啦，对嘛？伊嘛好像是很无奈安尼的意思啦。李长表示，都烦恼停电的状况会定发生，也准备手电发送予各级长辈。南投13半暝11点，也因为设备故障停电，互民众真不满。还有些电网韧性要加强，有些管理要在教育。这一方面应该来再进一步检讨。那天候的影响，还有相关的设备的这个维护老旧等等，那这个难免都会有。那我们跟很多国家比起来，其实台湾这样的故障的比例，其实在国际上表现其实是好的。经济部长王美花认为，甲各国比，台电表现是好的。而且已经有所改善，也毋过台北市高文哲进前就批评，是因为台电人事无稳定，才会出现这款的问题。即马发生伤侪摆停电，爱系统性的检讨。限电不是缺电，问题就没电可以用啊。那所以台北市政府那个重大工程现在已经至少22件了，对不对？这些限电到底要怎么解决？我到时候比你还头痛。停电问题无解决，南部首长拢批评。另外，台塑企业总裁王文嫣是宣布辞去中国工业总会理事长的职务，原因是甲303大停电有关系。另外，工总秘书长蔡连生伫还未厘清停电的原因，就擅自发布新闻，影响工总形象。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节温伫早起6:25上班上课的时间，却因为红色甲柑仔色线灯号的系统有问题，全线停驶20分钟，影响大约2000个乘客，民众是真无奈哦。一直到7:50，全线才恢复正常。节温公司会室内嘛表示讲会来查清楚原因。拄到节温站就看到走马灯显示系统各样，车帮慢分。入去到车站，月台等车的人是排甲热长，有民众已经准备改坐公车，阁有人赶袂赴高铁。我买了7点高铁票啊，所以现在就来不及了啊。无就来坐公车。事故发生伫10时透早6:25的上班上课人登记时间，各项节温的灯号出现各样，致使全线停驶20分钟，影响21班车帮，大约2000人。一直到6:50恢复驶车了后，车帮之间是又长到8分钟到10分钟才来一班。不过民众发现灯号有关是无正常。进站名称错误啊，然后每一班的班距都有拉长的情况。那依照我们 SOP 的话，我们列车当下会先一度停驶，然后再做进站。那等了解初步的原因，做故障排除之后呢，那我们在6:50的时候，我们的备援系统就已经上来了。除了会室内甲退票，高雄节温伫7:50了后已经恢复正常。因为进前3月初3大停电的时，也捌造成节温冻点，引发外界的怀疑。高雄节温表示，初步判断事故甲进前的大停电无关系，不过灯号无正常的原因，该等收班了后才会当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小镇的上新情形哦，传出乌克兰挖进波兰边境有一个军事基地防轰炸。乌克兰表示，至少造成35个人死亡，134人受伤。乌克兰嘛讲，目前罗西亚军队战线已经非常的挖进北约的界线了。离波兰边境25公里，伫个乌克兰西部亚利沃夫的这个军事基地，有几多座建筑物倒去，一直庆烟。乌克兰讲，俄军向挖北约成员国家波兰边境的军事训练基地下30几粒导弹，造成死伤。Нанесен удар по учебным центрам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населенном пункте Старичи и на военном полигоне Яворовский. На данных объектах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были развернуты пункт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боевого слажива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перед отправкой в районы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这个基地是北约伫咧进行军事训练的所在。北约讲，轰炸迄当阵，因的人拢无伫咧现场。俄国是公布一段影片，显示俄军摧毁乌克兰伫咧基辅一个指挥所，讲伫咧过去24点钟久，向前杀14公里，已经控制顿内刺客4个地区，又个派来一台乌克兰的轰炸机加2台无人机。自行动开始到即马，已经破坏乌方3687个军事设施。即天，基辅西北边的伊尔平一直受到炮击，百姓想要逃走，不过路歹桥长，大家只好过河逃走。乌克兰讲，战火激烈的地区已经有14万平民撤离，不过重要港市马里坡的民众，因为俄军愈来愈晚无法逃走，因无水、无电、无食，而且天气阁真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乌克兰的警方表示，有一个美国记者和罗西亚军队弹死哦，弹死是战争以来头一位伫战争中死亡的外国记者。50岁美国记者布兰特雷诺伫伊尔平报道乌克兰百姓走离战火情况，遭到俄军开枪弹死。介伊当时伫现场，也毋过幸运逃过一劫的另外一名美国记者艾雷顿多是受伤送医。We're going to film other refugees leaving, and we got into a car. Somebody offered to take us to the other bridge, and we crossed a checkpoint, and they start shooting at us. So the driver turned around, and they kept shooting. It's two of us. My friend is Renault, and he's been shot and left behind. I saw him being shot in the neck.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对此表示，俄罗斯攻击平民病院、宗教场所，也个攻击记者。美国甲朋友将会予俄罗斯付出代价。伫雷诺死亡不过2礼拜之前，乌克兰摄影记者耶尼夫斯卡摩伫俄军攻击电视塔中不幸死亡。几天了后，一位伫乌克兰报道战事的英国记者予炮火攻击受伤。This is obviously shocking and horrifying. I will be consulting with my colleagues, will be consulting with the Ukrainians to determine
how this happened, and then to measure and execute appropriate consequences as a result of it. 尼洛身上其中一个证件是《纽约时报》记者证，互人叫是伊是《纽约时报》记者，也毋过《纽约时报》声明，听讲尼洛死亡的消息，互人真悲伤。也毋过尼洛伫乌克兰并毋是为《纽约时报》工作，《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尼洛即马是为《时代》杂志的电视甲电影部门工作，制作世界各地难民现况的节目。也毋过伊最后一摆为《纽约时报》报道新闻是2015年，这条记者证是旧的。《时代》杂志声明，身为得奖的影片制作人甲记者尼诺，定甲伊的小弟克雷格同齐报道世界各地上艰难的故事。失去尼诺，互人感觉真艰苦。尼诺过去捌前往阿富汗、伊拉克甲海地采访报道。2014年，伊探讨芝加哥心理障碍学生教育的纪录片《最后希望》，得到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的皮博迪奖。公司新闻黄训练编译。顶礼拜六礼拜，伫欧美真侪都市拢有反战示威的游行。伫德国首都柏林，抗议民众经过罗西亚大使馆的时，大声喊讲停止战争，甲乌克兰爱团结的口号。美国佮加拿大嘛拢有街头示威。教宗方济各昨嘛谴责罗西亚侵略的行动。教宗嘛以上帝的名要求罗西亚的军队爱停止大屠杀。手提各种挺乌克兰的标语，德国的首都柏林伫13日间有2-3万人行上街头来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示威者表示讲，要互乌克兰的人看到讲，因无去互人放袂记住，而且还佫有人同意讲，叫德国送武器予乌克兰。Ich glaube, dass es verschiedene Wege gibt und ein Mittel ist sicherlich auch Waffen zu liefern. Man kann Sanktionen starten, die wichtig sind, die Wirtschaft betreffen. Man sollte allerdings auch daran denken, was hilft der ukrainischen Armee jetzt in Zeichen des Krieges. Und das sind leider Gottes Waffen und manchmal muss man auch mit Waffen die Freiheit verteidigen können. 示威游行经过俄罗斯驻当地大使馆的时阵，民众还佫大声咧喊讲停止战争，还佫有这个乌克兰的人都爱团结起来。伫个美国白宫的外口，还佫有民众伫遮摕布红啊，还佫有切汤面来咧声援伫战争内底受着苦难的囡仔。加拿大上界大的城市多伦多。大人囡仔流共剪伫落西天气内底上街来表达反战争的立场，并且呼吁美国对乌克兰都要提供更较侪援助，包含讲北约实禁航区。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伫13日间伫圣彼得的大厅来发表讲话，伊头一遍以正严厉的口气来这个谴责俄罗斯。In nome di Dio si ascolti il grido di chi soffre e si ponga fine ai bombardamenti e agli attacchi. Si punti veramente e decisamente sul negoziato e i corridoi umanitari siano effettivi e sicuri. In nome di Dio vi chiedo fermate questo massacro. 方济各还佫表示讲，俄军伏击病院，还佫有兵民，这款的行径实在是真野蛮，完全欠缺合理的战略根据。嘛，警告讲，乌克兰各城市当咧拄撞到有可能来成做大型冲啊堡的危机。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过来消息，过来关心新制教育调级头一批哦，已经是第10天的训练咯，包括继续加强实弹射击。这届的教育调级较特别的是，除了射击，阁有野外宿营，要来提升战场适应的能力。咱做伙来了解。这来参加教调的人是真注心，听到命令就开枪。因当伫做亮光 K2， 步枪实弹射击。新制教调第10天，进入后半段训练的课程，应用战争伫倒位拍，部队就伫倒位训练的原则。这届教调甲射击甲带射两个项目结合，伫靶场内底带射。教调员的生活嘛大公开。也正式的细分司机，3个人只要用45分钟就会当搭好。上侪会当提供120个人细分数，水道头特殊的设计，还佫会当避免互烧水去烫着。它可以持续作业达120人次，我们视实际状况，如果水量不足的话，随时采取补水的措施。打开水袋，通知完后将水袋加入。将水加入。也正训练食的物件，除了清早看到的大料，即嘛有烧滚滚的饭菜会当食，这种唔免用火，嘛唔免用电，只要15分钟就会当自动甲饭菜炖好烧的饭盒仔。分量会当互这个教调员食好饱，另外配合训练的课程，现场嘛有采大型的电火。国防部强调讲，新制教调注重实战化的训练，教调员亲身体验了后，因讲对提升战力有帮助。
我们所说的招援，因为比较生疏，那我们的训练的时间跟训练的弹药确实也比较长，也比较多。今年会在前3季做完了之后，第4季我们会做一个通盘的检讨。不过，前参谋总长李喜明对后备改革是感觉无乐观，后备部队敢会当真做战略，还阁唔知影。针对这点，国防部表示会听外界意见，新制教调会伫第4季做总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战争全球原油拢会起价，国内95无鉛汽油一粒已经起到33块1了。经济部长米花是表示，起价部分有一半政府已经吸收啊。部长嘛讲通增加数4月份进前拢未当起价，嘛已经是连续15个月要求未当起价。GDP 的影响会是0.37。俄乌战事对国内经济有冲击，国发会主委景明兴表示讲，影响有限。进口俄罗斯的货物主要是这个涂炭天然气，还有铁和灰合金。伫个规年进口的金额差不多是50亿美金，占总进口值的1.3%。另外，自这个乌克兰进口的是木材、太阳灰纸、环materi还有稀有气体氖气，合计有1亿7千万。另外，出口到俄乌两国的商品更加低，占出口的总值的无到1%。那乌克兰它现在断供全球过半数以上的奶气，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整个晶片的出产？那厂商目前在国内的库存其实都充足。2014的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有去分散相关的来源。大宗物资方面，经济部表示讲，黄豆啊，还有小麦，大部分拢是对美国还有巴西进口。去年自乌克兰进口的番麦嘛，敢若占1.64%，直接影响无大。不过，伫今年2月上旬，因为这个通膨压力，财政部配合行政院来调整大宗物资的税率，其中黄豆啊、小麦、番麦这些拢免扣营业税。肉达烘焙牛奶粉、阿妈头还有牛肉进口的关税减一半。犹太税率嘛，敢若降到4月底，因若即摆爆发俄乌战事，外界烦恼讲，这个犹太汇率恐惊会念去，会来影响到物价。降低关税的种类，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延长这个时间，只要行政院这边决定盘点以后需要配合做调整，我们财政部会马上来进行相关的配套措施。因若油钱起价这部分，是毋是影响到这个电价？经济部表示讲，能源的成本考虑，专家会来做规个超测。会伫个4月7日来公布电价。另外，针对华硕企互乌克兰点名来加入抵制俄罗斯，王美花表示讲，个别的公司因伫个商务会来做规个考虑。假使讲这个企业若决定讲要来加入制裁，嘛会来表示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主计总处的主计长朱德明，伊捌讲一碗蚵仔面线20块尔，互真侪人批评伊讲伊食米毋知影米价。今仔立委又佮问讲一盒卵偌济钱哦？伊讲55块，伊嘛讲一克啊100块的卵是超商的计数。另外，针对咱国内敢有真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伊是讲重要的物资，咱国内拢有5、6个月的存量。我2位糖单点1颗包蛋。好啊，这样多少钱？1颗15块。受到鸡卵供货计数无稳定的影响，大部分的早顿店高点一粒煎卵的计数，卖少时量已经起到15块，甚至还佫较悬。不过，主计长朱德明早起去立法院报告，气候面代志期讲，万项招起，尤其是鸡卵的计数大起，民众拢感受会到。朱德明却回应讲，伊买到的卵一盒是55块。现在一个荷包蛋大概12、3块钱。对，涨了5块啊，各位！一个荷包蛋涨5块，请问你有没有买过鸡蛋？一盒1排鸡蛋多少钱？你知道吗？大概55块。55块哦，你要背了啦哈。我们要背这个，我每个礼拜都会去采购一次。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要烧未退，致使国际物价波动。朱德明表示，确实是有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情形。不过，咱国进口原油占的比例比过去降低，为民国103年进口的金额占 GDP 的6%，降到2.6%。若是物价持续一直起，敢有其他的政策会当使用？朱德明表示，政府已经做上大的打拼。国际央行乃至于国内学界、研究机构都已经提出警示。事实上，停滞性通膨现在
没发生，并不是代表未来一定不会发生。对，所以我们必须严阵以待。其实也不用否认说这个侵略以及国际之间的这个物价输入的产品，会对我们的确有可能有影响。是的，像大宗物资，我们都有大概5、6个月的一个存量都没问题。主计总处表示，油价起10%，估计 GDP 会降低0.1个百分点。不过，为了要让物价稳定，油价起超过一定的比率会由中油来吸收。国内主要的物资嘛，也有5个月至6个月存量。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消保处甲内政部调查全国50栋贩厝的买卖契约，结果发现讲有22件无下规定，除了会做处罚咯，嘛呼吁消费者伫咧签约之前就要看好详细。台湾的房价一直拢真悬，特别是防止贩仔厝的市场一直拢真加压。为着要来防止贩仔厝吊悬价，内政部伫去年通过并经地权条例的法案修法。消保处就随来会同内政部这个单位查核全国50件贩仔厝的买卖契约，有22件拢无符合规定，比例真悬。这一次的查核还是有高达40%以上是不合格的哈，这个比例相当的高。那因为这样，我们也会继续的查核下去。借由定型化契约条款的内容，然后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所以政府机关呢，其实有义务呢，帮我们消费者把关。消保处讲，伫个验收项目顶悬会甲水电、瓦斯光线这个费用，拢甲转予消费者来做负担，或者是讲伫个交厝的时阵的保留款伫顶悬来变网，甲房地总价甲写做房屋总价，互消费者的权益受损。消费者在签约的时候，购买预售屋之前，一定要审慎评估自己的财务负担能力，还有居住的一个需求，好避免造成日后购屋的一个纠纷。消保处跟内政部地政司还有各地方政府地政局处，我们还是会不定期的来对契约做查核。所以呢，建商这边也不要心存侥幸，说我们这一次没有看到你们的契约，那下一次我们还是会继续查。消保处强调讲，贩仔厝的交易风险较悬，争议嘛真侪，会来搜集实务的争议案，来甲做一个一致性的法律见解，嘛会甲做审视契约的标准，甲提供予消费者、地方政府抑个建商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个19岁姓黄的大学生，伊伫6当前伫公园去弄到树仔顶头的杠条，目镜破去，玻璃去擦到目睭，造成正女目睭拢看无哦。国家赔偿的官司是拍几啊档，最近一审是判台中市政府爱赔300多万，市政府准备要个上诉。今仔早起，这赵尚文学生的爸爸是讲哦，伫拍官司的过程，因是真痛苦，呼吁市政府莫个上诉啊。伫咧学校上电脑课，正女看会出来有明显的伤痕。台中一名19岁黄姓大学生，2年前伫咧补习班下课了后，甲同学伫咧西屯区的福水公园佚佗，无细离去互自称樱花树的杠条插破目镜的镜片，喙皮插入去正女，地输差不多青眉。事后，市府已经将自称的杠条改做是木条。黄同学除了医师建议的目睭手术，也该面对连续的国赔官司。就是渐渐它在里面会积水，然后排水，所以现在就是对原本就看不是很到。每一次出庭，我们家长的感觉就好像是重新回到了当初小孩受伤的那种心情跟感觉。其实对我们来说，跟对小孩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家长黄先生认为，樱花树自称价甲囡仔的佚佗区非常的接近，无保护的措施，因此向市府建设局要求赔偿。后续协调无成，告去立法院请求国赔，包括医疗费、劳动力减损加精神的抚慰金，总共是889万块。台中市府是认为杠条会使作为树仔的支撑材料。黄姓大学生伫咧草坡啊这附近来佚佗，甲管理无关系。台中地方法院一审认定市府败诉，需要赔偿大学生甲伊爸母300多万。对于造成黄同学身体上的缺憾，深感遗憾以及不舍，但是因为对相关的判决内容认为发生的地点以及发生的内容有需要再厘清的地方，所以针对判决的内容提起了上诉。建设局是表达遗憾，但是强调伫咧法律进程，应有的责任厘清是必须要做的，因此会提起上诉。黄先生是表示，囡仔已经是19岁的大学生，愿意接受一审的判决，不爱让囡仔搁再受到官司的折磨，希望市府停止上诉。记者台中报道。
来看伫总统府头前，搁208公园顶所在，跟带1800外公诉求原住民传统领袖原民团体哦。台北市政府是表示，13收到通知，特别来拆除。今仔早起，警方搁环保局嘛到现场台面。虽然原民团体是会收物件，也毋过伊嘛表示讲绝对袂离开，会继续伫208公园来表达因的诉求。不少警察部署伫遐。边仔阁有环保局的人员咧台面，随时准备甲原住民团体原转小教室，才伫咧台北228公园的大布棚拆掉。我不可能离开啊！我们没有要离开啦。怎么会离开？人当然可以啊，人在公园里面进出都没问题啦。为着争取修正传统领袖违失办法，捍卫原住民传统领袖。原转小教室的成员办爱酷水顶人，伫开刀甲台大病院捷运站附近大布棚，而且阁搬去228公园内底持续抗争，有甲1800外工的时间。不过最近收到市府公园管理处的公文，讲13了后会甲因违规定伫遐的布棚甲物件拢拆掉。公务局局长也一直说要这个整个台北市的大环境，那更大的台湾的公平正义的环境在哪里呢？要用那么多的警力，要将这个声音、将我们的言论打压下来。教务局以原转小教室、乌白菜刀啊、椅啊、箱啊、桌啊、架啊、大型雨伞为理由，以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做出3届处分，拢总甲裁罚新台票7200，办爱等人提起行政诉讼，1审判伊免罚，2审认定伊违规占地，判伊败诉确定。基本上市政府一定尊重大家的言论自由，所以在公园里面我们也设有自由讲台。相关的这个布设，也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既有的设施来发表自己的言论自由。办爱干那布顶人质疑讲，无法令规定公务局会当强制甲因的布棚拆掉，也若因家己嘛有整理相关的物件，接续会坚持踮伫228公园内底，持续用温柔抗争的方式来表达因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镜电视，伫今年1月19已经取得 NCC 的许可，嘛加做最近10档来头一间新的电视台哦。也毋过最近煞因为换董事长，阁有真惊人的顾问费用，引起媒体的争议。今仔早起 ，NCC 主委陈耀雄伫立法院就表示讲 ，NCC 有收到检举批，嘛开始做调查咯。有立委嘛认为，监察院嘛应该针对 NCC 的官员来做调查。你主导的不要继续调查，才发生这个指控，我没有办法接受。立委陈昭华甲 NCC 的主委陈耀雄，双方咧对价，现场的气氛有一寡紧张。调查只是叫进电视说明，难道我们在调查过程里面，如果知道有犯罪的问题，当然就是依照刑事诉讼241条规定，这是我们在行政程序里面去处理嘛。炮火会遮尔猛，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年1月得到 NCC 许可新设的镜电视，伫最近连续有传出讲高层的人士咧换。镜电视甲镜周刊的人力共用，还佫有前董事长领请关押的顾问费，这个争议 ，NCC 主委陈耀雄去立法院来做专案报告，调野立委小联所来提出要疑。镜电视每个月付150万给资本额只有50万的停云管理顾问公司。陈校长，诸位，你知不知道支付费用给身份敏感的有利人士，以取得镜电视的执照？1月19号，你们给了照，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整个公司的经营团队就换人了。合理的怀疑，就像是一般建案有所谓2次施工，变更董事长、总经理依法定程序，他们升级进来，我们依法去进行审查。营运计划、财务规划的只是一个，而且标案本来只是财务规划的其中一环而已，不是只有标案的问题而已吧？是不是有一些工作人移到这个电视媒体那边？这一批申请的团队是以镜周刊为主 ，NCC 要求镜电视跟镜周刊要分离，这要各自有独立经营的这个团队存在，所以才会出现这人员的这移回去所谓的镜周刊的这种现象。以镜电视甲镜周刊的人力议题来讲，陈耀雄讲，伫咧丢失的期间是先以镜周刊的人力来做主，了后嘛会照规定来甲分开经营，才会来出现这款的情况。不过嘛有立委咧谣疑讲 ，NCC 因的管制条件无法度来约束新设的媒体，所以讲就提案讲，监察院以相关的这个争议案对 NCC 的官员因牵涉的责任来甲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因为疫情买物件拢只会当早登去厝邻者，所以造成纸的餐具是使用量增加袂少哦。也毋过有立委是质疑讲业者申报制造的数量只有6万吨，也毋过实际上回收的量却有17万吨哦。厂商故意漏交的回收基金是袂少，这应该要好好调查。环保署嘛表示会甲检调来合作查好清楚。疫情期间，民众食包汤食，或者是叫外送，使用真侪纸阿巴纸壳啊。这款物件外口拢有一件塑胶膜，纸类也是复合材质的，落尾来回收是真困难。为了奖励补贴后段回收，厂商伫咧生产制造纸壳进前，就要先交回收程度处理费用加做基金。不过，民进党立委洪信涵表示，这纸壳后段回收量有97万吨，不过前段合法申报生产量却只有6万吨尔。差了10万吨以上哦，那这10万吨从哪里来？它这个制造的门槛很低嘛，哈，所以它很多，它就是可能地下的工厂的，它根本就没有申报，也没有来认证，它就制造就贩卖了。前段生产所收的钱，却价过落尾要发出去的补助金。立委洪信涵质疑环保署为着这款情形，要来调降到回收补贴费率，实在是想要甲代志转过去，颠倒造成无人要有回收的意愿，毋是应该甲地下工厂掠倒出来，要求因纳钱才对。违法的业者毋免负责，合法的业者却爱纳钱，安尼有影无公平。108到110年专案查了128家，那也查到短漏报大概7000多万。只要违法的黑数没查到，我因为我的基金入不敷出，所以我去调降后端，我等于是让后端这些合法回收的业者在承担这些违法的黑数它的代价嘛？这公平吗？为了要掌握市面上所流通的纸壳是由合法业者所生产的，环保署规划讲，这纸壳本身就要因制造厂商，也佫标示一个 QR code 来对查伊的源头。立委质疑讲，本地这个月就要来推动，不过即马是无效无实，动作有影是伤过慢。环保署解说讲，当咧问业者消化库存需要偌久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国头一座加油的无人机飞机场，今仔正式启用，地点是伫新北市的树林，这嘛是咱国内目前规模上大的无人机机场，咱做伙来看卖。飞行的时速有到200公里以上的燃油喷射无人机，敢若比真正的飞行机缩小8倍，是真大只。专家也佫展现真困难操作的机卡落叶飞。这个伫新北市树林后村沿的遥控飞行机场。有300公尺长、30公尺宽固定机式无人机的跑道，还有50公尺长、32公尺宽普罗佩亚无人机的飞行机场，是目前国内规模上界大遥控飞行机场。14启用的这一天，许多民众来这勘察地形，非常满意，因为政府肯花钱做这个，我的印象中除了牺牲之外，就只有这里。对飞友还有对旁边的那个使用的人都比较好一点。规个基地有10600平方公尺，专区是伫飞机航区，市区内也是真空旷，无障碍物。离人家厝有超过350公尺，离桥嘛有600公尺，后壁有火车会经过，不过嘛有300公尺的距离。这是有地方给他们玩比较好啊。但是现在有一个专门的地方，你觉得比较好？对啊。因为原底伫新增的西线遥控飞行机场是伫金航区，离人家厝甲车路拢伤近。为108年到110年3年的时间，捌发生21件飞行机有落来的事件。新北市用1年的时间，找土地、整地，再甲飞行机场刷去树林的后村沿。这些爱好者能够来使用以外，政治的是希望我们同学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当成无人机测试研发的场地，让这个产业能够在新北市蓬勃发展。未来新北市府嘛每2点钟来巡查一届，结合民间的专业管理，确认飞行机内底 QR code。新北市高潭处、交通局、甲警察局下局处，每2个月至少做2届现场的稽查，确保安全无问题。民众嘛当去现场观赏区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岛内朱台湾临时古厝有100栋的历史，佮保存了袂歹哦。也毋过因为部分的厝主欠人钱，今仔早起云林地方法院准备要去拆厝，美术工作者佮其他厝主是真走踪哦，所以今仔早起云林县政府已经先甲伊公告，要甲伊来做鉴定古迹来保护。
位于云林岛啦，朱丹关临时古厝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是传统民俗建筑，有结合西方元素。为茶头灰雕西石啊，厝顶彩画拢会当看出建筑风格发展的过程。要毋过10时早起查1点，面临风天的命运。法院上的诉讼当中，我们2审还在进行，那只是因为在1审的时候，对方去申请这个假执行，那当然我们当事人他们这边没有很多的资历啦，去公反担保，而导致说对方去这个就是先行的来想要把这个房屋给拆除。因为这部关系，云林地方法院10时早起9点半，原本要进行执行命令，拆除建物各种土地交还债权人。不过经过地方工作者加其他共有处处紧急通报，云林县府文管处经过会勘10时早起紧急公告，临时古厝列为暂定古迹，暂时免抵风天的命运。我们不能拆除，那要当那个暂定古迹，那我们就一定是听到这个指示，只是说里面的东西该清空的该清空。我们紧急来把这个即将被拆除的建筑物来进行暂定古迹的程序。对，那依照文字法第20条和暂定古迹程序办法第4条来进行这一个紧急的一个公告。文管处表示，临时古厝目前公告暂定古迹为期6个月，伫审计期间看作是古迹，那发生防破坏还是拆除，会当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爱并扣50万以上200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延平乡的山区，最近常常有垃圾出现。昨有一个国小老师看到2只垃圾伫陷阱内底，将因救出来送到地上的野湾救伤中心去治疗。南山国小10时透早，学校就将学生集合做会上课，由不论做助理老师再来2只落入去陷阱的垃圾。唔但介绍因是台湾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而且也是不论做脱杀故事内的重要动物。这2只垃圾是助理老师13伫乱山山区发现，因落伫陷阱内，都是联络族人合力将因救出来。因为乱山山区垃圾出现病毒源，利用因送到野湾野生动物收容中心进前，对学校师生进行生态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物种啊。那如果我们有再加了一个叫做稀有的物种，不要说原住民了，连汉人都会知道说，那这个东西我们要保存下来。2只垃圾送到地上野湾收容中心，初步检查无重大刮伤，也毋过需要个进一步观察了后再野放。状况看起来目前还算 OK， 没有太明显的外伤，活力也都还不错，所以就是看到时候我们让他休息一下，检查之后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尽快野放。乱山山区是国内目前看到垃圾密度上悬的所在，学校希望透过这摆助理老师的抢救，会当让学生了解保育垃圾的重要。记者综合报道。自称演员长川昨暗过身，享受70岁。长川是苗栗南庄的人，客语是伊的母语，伊的台语嘛讲了真认真，所以透过戏剧传播客家台语文化，嘛产生真侪少年辈哦。顶个月伊嘛得到教育部的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知影伊过身的消息，真侪人拢真唔甘。大家好，今日日头过嚟咯，大家講嘅羅古煙語就是卡盤絲都苗。卡盤絲都苗。趣味的客語搭喙果，熱跳蝦、熱公公，陪伴鄉親14個年頭。日頭兄長川甲月公子食小玲，2個人是有影真鬥搭，一個眼神、一個動作，攏配合甲真深熟，互大家看的觀眾是笑嗨嗨。哎呀，係咪老人聽書啊？唔係邊度穿錢？唔係。講義氣。邊度朋友？兩肋插刀。只收紅包。嘉義表演的長川佇舞台頂跋世紀。捌摕過2擺的金鐘獎，2008年伊摕到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配角獎，2年後閣摕到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的男主角獎，2011年長川閣一擺入選男主角獎。咁講呢個事情嗎？我唔會是的，唔應該我會是的。用黑白這兩色來呈現男主角有戲了後的鬱卒心情，閣有心內甲做伙的時代認同。舞卡是客語厝的意思。這嘛是長川頭一擺演學生製作的作品，導演溫情對長川是真感謝，伊感覺這位資深的演員確確實實就親像伊的第二阿公。因為唐川老師佢係家，認真跟動好應佢按資深的前輩，可是面對應該都係學生而聽，也係啲佢提入來參與學生的製作，然後佢做得安敬業，然後又上心，應該是都。
光是送行啊，大家提供是不安感觉动感谢又动感动。大量嘅好生意，唔過最重要嘅，人係配合嘅嘅好生意，佢會講客啊，佢完全唔會講客，係咩輸呀呀？一下幹一條好生意，係會講客嘅嗬，雖然講到唔真，如果喺環境嚟吸引下嘅好生意嗬，會讓佢嚟繼續嚟學客家話。2021年，當村長放送病院，後來引發細胞感染大院。治療期間，看守家講入選金鐘獎的好消息，喺病房內底亦是真歡喜。望已經做唔到台面有中重，唔似係南來嘅，唔似係國門嘅社黨就做得。有真濟戲劇代表作嘅當村，甲這世人攏奉獻佇熒幕頭前，真濟角色攏演甲活跳跳，留落來一部一部的好作品，嘛替家己創造一個精彩的戲劇人生。記者綜合報道。3月13日是禮拜受難者唐德宗律師過身75週年，台南有辦追思的活動哦。市政府嘛按算講未來要甲中正路其中的一段改名做唐德宗路，望大家會當來了解過去的迄段歷史。13這天是唐德宗律師過身75週年，今年紀念活動是對唐德宗以前住的所在出發。參加的民眾不管大人囡仔，大家用雙腳對着75年前唐德宗的腳步，行一段民主路。經過這個以前唐德宗佇伊過身進前，的一寡相關的地點，比如講這個台南地方法院，啊，這個伊舊的這個事務所，啊，佮伊向掠去的這個台南州會，啊，上尾啊，較到這個紀念公園了，進行這個追思儀式安尼。這段民主路紀念協會也閣安排專人導覽。會當發現今年也有真濟少年人，或者是父母帶囡仔來參加，行到唐德宗紀念公園的銅像頭前，包括台南市長黃偉哲甲唐德宗的後生攏來獻花做花追思。75年前，我是13歲囡仔，今仔日已經海腳我也在行路，感謝諸位。帶囡仔出來，把這個歷史會當傳承落去，啊會當互以後的囡仔攏知影講。以前有一個勇敢的台灣人，但則保護台南人。除了追思，下晡也閣有樂團加藝文表演。協會希望會當有更加濟無同年紀的民眾來了解這段歷史。台南市長黃偉哲也講，市府這麼正佇咧規劃，佇公園邊仔的中正路其中一段改名做唐德宗大道。台灣文學館就是唐德宗大道1號，按算佇今年會掛牌。記者綜合報導。再來看聯合國統計，因為戰爭已經有超過200萬的烏克蘭民眾逃到其他國家哦。也毋過有一個97歲，今是世界紀錄認證上濟歲烏克蘭網球選手拉夫斯基，伊決定要留佇故鄉來守護伊家己的國家。穿着代表烏克蘭國旗黃色的衫、藍色的褲，已經97歲史坦尼斯拉夫斯基。2021年10月，才甲西班牙球王曼紐納達爾拍球，也毋過才讓4個嘅烏克蘭發生戰爭。Это была выдающаяся встреча. Никто не мог подумать, что скоро будет война. То, что сейчас произошло, это просто ужасно. 俄羅斯2月24對烏克蘭發動戰爭了，已經有超過200多萬的民眾逃離家園。也毋過，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直攏踮佇咧伊的故鄉烏克蘭第2大城哈爾科夫。捌佇咧二戰的時陣做工程師，迄當陣伊協助俄國甲德國作戰，看過戰爭的殘酷。無想到講，這世人也閣會拄到戰爭。Матери остаются без детей, жены без мужей. Что это за дело? Куда это годится? В 21 век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войны. Надо остановить эту войну. Надо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Вот. Я ничего не боюсь. Я сижу дома, никуда не выхожу. 2020年10月，迄當陣96歲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獲金氏世界紀錄認證是全世界年紀上大的男性競賽網球選手。伊本來一個想要甲前世界球王費德勒拍球，也毋過可能暫時無法度。這麼這位97歲老大人講，國活落去上重要。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я доживу до 100 лет. Надо выжить в этой страшной ситуации. 哈爾科夫不是俄軍攻擊的重點城市，真濟平民百姓因為戰火死亡，比這禮拜一個真濟病人送來，當地博物館也因為空襲損害真嚴重。
在航空河内面有悲伤的曲调，哈尔科夫的小提琴家要友好过身的阿嬷听。一那3月2日，被满58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讲，伊将希望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和平。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